進前摩洛哥駐日本的大使館講要暫停受理台灣的簽證，咱的外交部嘛宣布講，為今仔日開始，除了專案核准以外，嘛要暫停受理摩洛哥來台灣的簽證申請。摩洛哥政府驟然採取停發措施，已經對國人赴當地商旅造成障礙，並影響兩國交流。基於雙邊交流的對等原則，外交部宣布，從7月30日起，除經專案核准外，暫停受理摩洛哥籍人士來台的簽證申請。外交部表示，摩洛哥的政府已經下令因全球的大使館甲領事館攏暫停受理台灣簽證的申請，這是已經影響到兩國的交流，也因為雙方交流對等原則，所以嘛宣布要暫停受理摩洛哥的簽證。外交部這邊會繼續關注看情形來調整措施，也佇咧7月20之前，就已經有摩洛哥簽證確認函的台灣人，也是會當佇咧期限內入境摩洛哥。